祝 RC5946 Studio 生日快樂！恭喜 RC5946 Studio 一年內狂飆280位訂閱者，產出164部影片，這份對巴士與社區紀錄的堅持，絕對是創作者的模範。請大家務必訂閱、按讚、分享支持。繼去年的80K，今年的會員生日影片 RC5946 Studio 帶我們深入了解沙田街坊的集體回憶。988熱 K 焦點路線，沙田老牌8熱 K 的40年變遷，從1984年穿梭至今，8熱 K 默默見證了沙田新市鎮的起飛與轉型。1984年2月27日誕生，為配合威爾斯親王醫院落成及東鐵電氣化而開辦。初期僅來往美林與圓洲角，由3輛單層巴士行走，不到1年便延長至火炭，並改派雙層巴士，成為火炭工業區與大圍的交通動脈，見證沙田區發展20年，隨城市基建起舞。無論是火炭站啟用、大圍車站搬遷，8熱 K 總是走在最前線，靈活微調走線來迎合居民的需要。2004年鐵路衝擊，馬鞍山鐵路通車後走線重疊，客量大減，班次被削減至45分鐘一班。但憑着服務新田圍、隆亨及美林等遠離港鐵站的獨特優勢，8熱 K 展現出其頑強的韌性。2010年最後加冷，撤出火炭改往黃泥頭，並增設空調服務，成為沙田區最後一條完成全冷化的路線。現況與展望：2023年底縮短至圓洲角，回歸服務威遠初涌；2024年10月更將總站延長至愉翠苑，覆蓋更全面。現時8熱 K 由愉翠苑開出，服務時間為6點10分至下午11點10分，每30至40分鐘一班車。號吧，我們就和 RC5946 Studio 一起上車，開始我們今集的生日之旅吧。
從1984到今天，40多年過去了，827依然穿梭在沙田的街道上。雖然終點站變了，班次疏了，但他服務街坊的心始終沒變。多謝 RZ5946 Studio 介紹這條路線給我們認識，我們再祝你 Happy Birthday！頻道蒸蒸日上，出入平安。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。